Hello，大家好。跑馬地嘅9場賽事已經結束咗啊。練馬師王咧就係尤達榮嘅，騎師王咧就係班德麗嘅。麥道朗咧全日空啊。潘一哥咧只係得個披嘅啫。呢個跑馬地嘅 B 跑道啊，大家要留神啊。今晚咧一檔咧表現相當之出色嘅，有4win嘅。呢個咧呢條跑道咧，大家以後咧都要記住下啲內檔馬嘅。以下咧就係賽後嘅總結啊。第二場嘅5班嘅1650米，一佢呢隻魔法速遞咧，今場咧其實已經係潘一哥咧跑得相當之好嘅，直路咧就攝喺裏邊追啊。一馬咧就不嬲都係外檔冚好嘅，今次跑過第3，一馬咧就比較難出頭啊。其實咧周俊樂咧，我覺得咧比潘一哥騎得仲好嘅。如果下一次咧換翻佢咧，咩馬都可以跟進。要嗰隻旋風傳奇咧，今日嘅麥道朗咧就麻麻地嘅，一馬咧都係跑第5、第6嘅。呢隻馬咧就5班咧就應該隨時可以起作用嘅。睇下幾時佢翻去沙田嘅1400米咧就可以跟進下。第3場嘅5班嘅1200米，呢隻3號嘅時間寶咧就哇熱到1點幾啊！沿途嘅走勢咧入直路咧就攞咗喺裏邊，俾人夾一夾咧就冇咗嘅。你做呢隻即係提供呢隻馬之前咧，就自己有樣嘢咧就疏忽咗呢隻馬咧，唔係好襟搏嘅。喺5班呢隻馬肯定係有少少超嘅，睇下休後咧，或者係賽後睇下佢有冇健康嘅問題。如果冇問題嘅咧，休息夠之後咧，咁我相信咧就喺5班呢隻馬咧，隨時都可以保中嘅。第4場呢隻4號嘅加州活力咧，上一場係咗啊，今場又咗啊。所以咧跑馬咧都要即係有少少運氣嘅支持先可以嘅。入直路咧一直都攞唔到位啊，攞到位咧追翻上嚟都已經鞭長莫及啊。一馬可能季中嘅時候會好啲啊，及後先再同大家跟進。第5場嘅4班嘅1000米，2號呢隻飛龍在天咧。隻馬就真係好 fit 啊！揾埋呢個杯賽咧，一搶出嚟由頭放到落尾啊！上一場嘅第3，今次咧變第1咧，應該咧可以補翻之前嘅損失嘅。一馬升班㗎啦，我估係佢咧喺1000米咧，升上3班之後咧都可以再跟進。第6場嘅4班嘅1200米，1號呢隻添開心咧就沿途嘅走勢都冇問題嘅，但係直路咧打落去咧過嚟過去都過唔到咧，就跑過第4嘅。呢隻添開心咧就今次嘅檔位麻麻地啊，我相信隻馬咧就已經見到盡㗎啦。睇下佢下次會唔會揾啲減磅騎師咧先再跟進啊。爆嗰隻翠湖烈風咧，今次排個2檔啊！艾少禮咧就攝個好位啊，直路喺內欄度咧穿上嚟咧就過咗隻紅前道咧就贏馬嘅。呢隻馬咧就速銳一擊啊！及後咧跟唔跟進咧都要睇睇嗰個賠率同埋嗰個賽事形勢嘅。第7場嘅4班嘅1650米，1號呢隻醒目先驅咧，我覺得佢留得太後啊！直路上咧衝勢相當之強勁嘅，但係咧就講唔過嗰隻咧率先發力嘅9號嗰隻本領非凡啊！呢隻馬咧跑過第2咧，上翻3班咧，可能亦都要減分嘅。董明朗咧就
近呢兩即係第六、第七場咧都騎得唔錯嘅，咁但係咧始終都贏唔到馬嘅。因為醒目先驅咧就4班有少少優勢，3班佢就唔夠嘅。及後咧要睇睇嗰個操練係點啊。7號一隻君志成咧黃金一檔，哇！麥道朗真係黑仔啊！直路騎落一步都冇嘅。呢隻馬咧可能呢個分咧都冇乜優勢嘅。睇睇佢減分之後喺季尾有冇機會咧？咁以上咧就係週3嘅賽後總結啦。星期日咧有大賽啊，好多靚馬，亦都有我一啲即係嗰啲跟進馬咧會出嘅。到時做足功課咧，再同大家分享嘅。拜拜。